就在，你那里来等了八了个姐，那八万没你去了个，开个把啥可能？刚你上个这地，听你让个走。对上来呢，这么东北打到武汉的比赛就可以，哼，哎，现在这个叫卖我的这个，好，走。那来他就来什么了？那个美国的 number one， 一个啥个牌里，开个牌里 number one， 一个来啥子了？一个行里面他这个里瓦个钱呢，那是几拿我啦，那是什么零个拿了个，几扎了个肯定，几没事的这，那是，扎了，你，那你还没怕个，那是啥菜了？那回来了耶，过来了耶，韩国吧，各种个，是吧？那么radio里、cover里、行里面的头的路，没怕么？你是不是了？阿没打，从那么下来一点，行里跑着，我听了很懂，说着，没错对了，还得，没回去可就有点了。红泥里呢，回门里的我老婆啥个上车的那个，没呢最大是来的人，哎，不能快，哎，干嘛那没头进那个红泥里？哎，干嘛的？人家给车进来，那个车没个车进，马他拉个了去，哎，今天米里没个车进，俺个车路进了马他们那个车的，你要没那个，你让我们开，可以了，没去车对了个。公里用大了个，你让我要跟你都去大门开了个，说个叫，我们不还愿意你去，我们都是那个大门开了，那，你那开的上车来的，我们那个，那全部都开了，跟这么多人呢，没，你那上开的不？哎，是个看脑筋的，哎，是吧？是吧？是吧？你去啥子？